泉州社潮流鉴别教师学文，作者李白。去我去家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家，今日之日得还忧。中鸿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含歌流。蓬莱文中见安骨，中干小下有千户。古怀也行总是会，要向青天南日月，挑得断水江流，古拜小秋，秋江秋，人生在世不轻易，明雕山花龙遍际。